我们都要从1年级开始就要去请安报告。然后我就跟上帝说：“上帝啊，我没有办法好好讲道，因为就是我不会讲道，我怎么会讲道？我还没学什么是讲道这样子，就我们讲道学还没上课。可是很妙哦，就是我去跟上帝祷告之后，我们去了一个北部的教会请安报告，然后再去一个南部的教会请安报告。我就是不用讲道，就是他打电话过去，牧师就说：那你就来报告就好啦。然后另外一个教会还说：那你就放影片就好啦，你不用讲话，你就站起来说谢谢就好了。然后我就很开心，想说耶，就是我这学期可以躲过这件事情。可是当你预备好的时候，神就要用你，你愿意被他用吗？我其实在准备今天讲到的时候，我不知道我预备好了没有。但是我现在站在这里，我很确信，如果这个时间我要站在这里对你们说的话，那代表神他认为我预备好了。好，那在今天这个预备这个分享之前，我想了非常的久，大概从我大概想了2个月。我在想说，究竟对这个时代的我们、你们，不管是你自己啊，我们一个青年团体嘛，对不对？你觉得你很年轻的举手。传道第一个举手，好，我知道，所以只要你比传道的实际年龄小的话，你都不能说你是年长者，好。然后我想了很久，对于我们教会的现况来讲，对于我们的青年来讲，或是对于在台湾里面自称为我们自己是基督徒的这个信仰团体来讲，我们到底看见这个世代需要什么？然后刚刚好在最近。2014年11月29号，有没有人知道发生了什么事？选举发生了什么事？柯啥？柯 P 赢了。除了柯 P 赢了之后，还有呢？还有白云也赢了。还有谁赢了？白云赢是意料之内的事啊，这种菜也赢了。对，在这个选举的这个。过去之后呢，有一个专栏作家，《联合报》，他是写说，看年轻世代写下4个第一，这是一场台湾选举史上最不一样的选举。以往呢，多数在投票率在20岁到40岁之间的这个年轻世代，通常在这个日期呢，这个选举的日子到来的时候，猜一下他们都去哪里？去玩。非常，果然是关心时事。他们呢，这时候就去逛街啊、看电影啊，然后约说，我们去唱歌、轰趴这样子，就是他们没有去投票。可是这一次呢，最近我们在今年也看到发生了很多事情，譬如说，什么油的事情啊，还有学运、花的事情。磨铁的，你不要转移焦点，那个就是有很多的事情嘛，对不对？这些年轻人觉醒了，这些年轻人起来投票。第一，就是台湾历史，不能讲历史，没有历史，历来年轻世代参与程度最高的选举。20岁到40岁这个年轻世代人数高达650万。我们也才2300多万人，然后大部分的人，就是有大部分人是没有选票的。他们看见了现在的食安问题、经济问题，很多的问题，让我们选择超越了那个投蓝的还是投绿的。然后这次台北市就更酷嘛，蓝的也没选上，绿的也没选上，反而是一个。对，等一下，反而是柯文哲选上，他的这个标题我非常就是意外，就是我看到的时候我是很惊讶。他说明天请你一定要去投票，心中想着要留下什么样的台湾给我们的下一代。你想留下什么样的台湾给我们接下来的20年，甚至是我们的下一代？第二呢，这是台湾第一场高度依靠社群网站的选举 ，Facebook 啊，就立刻嘛，你就开 Facebook， 那大家开始就大家每天都在用嘛。然后第三个是，这是台湾史上民众自发性动员程度最高的一场选举。
不管是造势活动，不管是怎样，很多人他们自动的在 Facebook 在PTT 里面去告诉大家，哎，最近这个政见是什么，选情是什么。然后这是史上电视等媒体传统媒体影响力最弱，然后网络数位媒体的影响力更大的地方。当他们去说了一句话之后呢，这些网民们非常的厉害，就从各个那个网站的资料去搜寻他那天讲过什么话，有没有兑现，然后有没有怎样啊？他提出了几个政见，然后叭，打脸文就出现了。的确，在这个世代里面，青年人我们看见了自己可以自主的能力，我们看见了我们有能力去选择我们接下来。但是，我想问一下，选举了之后呢？选举之后呢？当我们每一个选举的期间，我们可以选举的时候，哎，选完了，然后这些政见有没有兑现？我知道现在 Facebook 有出现一个那个什么关政见嘛，就是看它有没有兑现啊，然后有就打勾，没有就打叉，然后再继续去搜寻一大堆资料，然后再来骂他嘛，对不对？就是这一类的。当我们看见我们青年人有自主能力，可是我们知道我们要走向哪里吗？谁要带我们走？我们付出这个选票，同时其实也在说我们在渴望一个什么？我们渴望一个行公义、好怜悯的台湾。我们渴望一个可以让我们喜乐平安的台湾啊！我们渴望我们在这个土地上生活是有盼望的，不是今天吃饭还要担心那个油是饲料油，是轮胎的油还是水沟里的油，对吧？可是我们有把握我们可以选择自己的未来吗？其实我相信大多数的人，我们是没有把握的。如果我们很有把握的话，其实我们今天就不用坐在这里听了。我在想说要分享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刚好我就读到了一篇圣经，我读到了诗篇23篇。有人说这是诗篇中的诗篇，有人说这是诗篇之王，有人说这是经历的诗篇，是一个人他真实去经历信仰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但是我今天也要说，我最近在预备这篇讲章的时候，我刚好也经历了。我经历什么呢？我经历我在已经预备好讲这篇讲章的时候，我想说啊，下学期要实习跟见习就回来教会。可是神却带领我去另外一个地方，是我完全没有想到。我一直以为我会回来教会实习，可是上帝却带领我要先离开这个地方。在我要离开的时候，想说，哎，那我要去哪里？再回到这篇经文的时候，我真的是感触非常的深。第一句话，请大家一起来念好吗？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我相信这样念应该是背不起来，所以来对你后面的人念2次就好。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这是一个开头，也是我认为在诗篇23篇里面最重要的一句。很多从小到大在教会长大的人，我们对诗篇非常非常的熟悉。不只是诗篇23篇，可以顺着背过去，没有办法逆着背回来，但是可以顺着背过去，对吧？为什么我说这句话很重要？在圣经中呢，常常去描述说，上帝是什么磐石，上帝是什么避难所。哎呀，跳出去了！上帝是王，上帝是我们的盾牌，上帝是我们的拯救。哎，这些话听起来好像有点硬哎，就是上帝是你的磐石，所以你每天要带着磐石出门。上帝是我们避难所，又躲在一个地方。上帝是我的王，我跪下。
上帝是我的牧者。在这一篇诗篇的背景里面，他说到一个人，这是谁写的？大卫的歌。大卫是一个牧羊人，在他当王之前，他是一个牧羊人。说到大卫呢，讲到这篇诗篇的背景，大卫他一生是一个颠沛流离的人。我相信有些人知道他的故事，有些人还不是很清楚。他一生为什么颠沛流离？在他少年的时候，他看起来非常的，就是前途无限光明，因为有一个人叫萨摩尔去膏了他，说，你未来要当以色列的王。膏了他之后呢，麻烦就出现了，因为当时还有另外一个王，当两个王同时出现的时候，不是你死就我活嘛，所以扫罗就开始追杀他，逃，杀，最后他还是当了王。他在以色列史上，直到今天，你去问犹太人，他会跟你说，大卫是我们以色列历史中最有名、最有能力、最有 power 的王。但是圣经也写下，他是一个觊觎别人老婆，还杀掉别人老公的一个男人。但是呢，他又是一个，另外一个王要杀他的时候，他是有能力去反抗扫罗的哦，他有机会去两王相争的时候把另外一个王杀掉，但是他因为萨姆尔曾经膏立扫罗，他决定选择上帝，尊重上帝的原则跟权柄，放他一条生路。当然我们知道最后扫罗不是因为他死，不能讲不是因为他，最后扫罗不是他杀死的，但是也是死了。他是一个尊重权柄的人，但他也是一个在家中处理家庭问题失败的人。我们上次有读到嘛，押沙龙嘛，他那个头发非常俊美，然后骑马，然后头发被卷上树枝，然后吊死的一位，就是很离奇死亡的一位，就是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这样的人，但是他一生最后，神却说大卫是合我心意的人。为什么？其实第一句话已经回答了。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耶和华是他的牧者，牧羊人跟羊的关系，就是他天天陪在羊的身边，还带他去喝水啊，带他去吃草啊，身上长那些有的没的时候，他帮他挑虫子啊。他们是这样的关系，耶和华是他的牧者。讲到关系。第二句话呢，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向你左边的人讲2次，因为我们今天这讲到讲完，你要把这篇背起来哦。左边的人讲2次，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还有一次，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在这个经文的背景里面，牧羊人他们牧羊的地方，大部分都是这你们看得到吗？旷野。旷野是什么？就是很多石子啊，然后草就长2-3根啊，然后不一定有水的地方。那牧羊人他必须要带着羊群去寻找草地，找到了之后呢，他还要就是让这些羊有草可以吃。还要不只是找草地哦，我们不只是吃饭，还要喝水，还要去找水源。他要替这群羊考虑观察。那羊呢，它是一个很胆小的动物，在这个旷野地方找到水已经不容易了。可是找到水了之后，那些水一直流的时候，然后羊呢就靠近，然后靠近的时候就躲开。为什么？因为它们很胆小，流动的水它不敢喝，所以牧羊人很辛苦，他还要挖一个像水池一样的地方，然后羊再慢慢的靠近去喝那个水。但我刚刚有讲到。在这个水的这个地方呢，这些羊它要去喝的时候，旷野哪来那么多水给你喝啊？那这些狼呢？这些野兽呢？狮子、老虎呢？他们要不要去喝那个水？要啊。可是在这边他却说，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可安歇哦，你躺在那边躺到一半，然后狼突然出现在你旁边。是要一起来喝水吗？当然不是这样吃你啊。但是我们的牧者却让我们可以安歇，这是
大卫他自己在他人生里面的一个经历，同样的，我们也可以来经历。就是像，这就是一个养育的过程。就是我在这边想，我也写是养育，就是父母其实要带领我们，要这样子照顾我们不容易耶。像我记得我小时候就是那个我哥哥非常喜欢去用那个手去插那个插头的那个洞，你知道？然后我妈妈原本想说让他自己被电看好了，可是当他真的要去生的时候，他还是会去把他手这样立刻拿走，他还是会被揍了，但是起码比他被电到好啊。其实上帝他也是这样子在带领我们，我们有时候我们自己有时候会想要去触碰那些危险的时候，其实他也是这样子去保护我们。那第三个就是，这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这向右边人讲一次就好。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这里的苏醒呢，不是那个睡着要醒过来，这里的苏醒呢，在原文意思是悔改跟改变，不只是身体，也是心里面，更多是灵性上的更新。那在这边呢，讲到了以西结书的36章22到32节，然后我们看后面就好。有一个很熟的经文，在26到28节的地方，我们一起来念26节。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除掉死心，赐给你们肉心。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我的典章。你们必住在我所赐给你们列祖之地，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你们的神。他使我们的灵魂苏醒，为他自己的名引导我们走义路。在这里讲到的是说，当我们还在犯罪的时候，当我们的心还是那坚硬的石心的时候，神他为他自己的名引导我们走回那个正确的道路。那个正确的道路不是我们自己说今天上帝，我发现我犯错了，我回到那个对的位置上面，是神他为了他自己的名，在一开始就有讲到，所以你要对以色列家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家，我行这事不是为你们，乃是为我的圣名，就是在你们到的列国中所亵渎的。我要使我的大名显为圣，这名在列国中已被亵渎，就是你们在他们中间所亵渎的。我在他们面前，在你们身上显为圣的时候，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后面讲到，我必从各国收取你们，从列邦聚集你们，引导你们归回本地。你有觉得你还在流亡吗？你最近有觉得就是一切都很虚吗？他这边有讲到，最后32:9，主耶和华说：你们要知道，我这样行不是为你们，以色列家当为自己的行为报亏蒙羞。当我们走在不对的道路的时候，当我们走在错误的道路的时候，有时候不一定是错误，有时候你觉得你只要走在黑暗当中，很没有盼望，很难受，很挑战。主为他自己名的缘故，他要帮助我们走回那个正确的道路。他要赐给我们，他把我们实心拿了，赐给我们的肉心，让我们可以跟他一起来感受你现在的环境，感受你身处的社会，感受你身边的人，这是一个改变。那接下来，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好，我们一起念一次。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这里用死荫的幽谷来说大卫的经历，我觉得是真的说的非常的到位。在大卫他当王之前，他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在逃亡，就是因为扫罗要杀他嘛，他去到很多的地方，然后那里的地理环境就是高山低谷旷野，然后偶尔有水源这样。然后他有时候就要躲在山谷里面，有时候要躲在山洞里面，有时候要躲在哪里谁的家，
他随时都面临被杀的一个就是危险。但这里他没有用死亡的幽谷，而是用死因的幽谷。那死因的幽谷在希伯来文它的原意就是死的阴影。既然是影子，就不是真正的，你知道吗？就是我这个人跟我的影子。影子就是它不是一个实体，它没有你有听过，就是你应该没有听过影子来杀人吧？但是你一定听过人来杀人，因为它是影子。那我们知道说，当影子它会在的地方，另外一个面向是什么？光，对，加分。这些真的人看不到。另外一个，好，就是当有光的时候。我们那个照出来的时候就会有影子。那大家知不知道？就是这是科学小常识。大家知不知道一天里面哪个时候是没有影子的？就是我的现在的前提是我们都站在阳光底下。什么时候？什么？什么是没有影子？下雨的时候。半夜。我说阳光底下，阳光底下。中午12点。好了，一天当中，对，就是那个我知道这边有非常厉害的那个小科学家，一天当中就是在太阳光下面，就是只有就是正中午的时候，你就这样照下来是没有影子，但是其实不是没有影子，是你看不到影子在你正脚底下。所以一个人他一天当中，除了我说我现在讲的是太阳它出现的时候，他一天当中他其实大部分的时间都是会有影子的。我们生活里面，其实我们很常在注意影子，没有在注意照我们的那个光照我们的神。我们常常在注意我们的影子，我们常常在注意我们不好的地方，谁不好的地方，我们的缺乏，我们的需要，怎么办？哇，我作业交不出来怎么办？我每次都是考50几分，就是一定要补考，怎么办？我每次回家就一定要跟我爸妈吵架，怎么办？我每次就是不想洗衣服，怎么办？就是这一类的，我们很常是看我们的影子。但是就像那个昨天他看着他影子还笑，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看我们的影子是笑不出来的。很多的时候，我们困在自己的问题跟缺乏当中，我们是没有办法，就是看那个光。当神他的光照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时候，黑暗是会不见的。神他的光是完全的。当你的生命里面，我们常在注视那黑暗的时候，我们是很难看到光的。但神说他与我们同在。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死荫的幽谷其实非常危险。如果你有去看那出埃及记的电影的话，因为昨天才去看，所以大家都很就是记忆犹新。那个幽谷是很阴暗，然后你也不知道那幽谷就是会不会突然山崩啊，会不会突然有强盗冲出来啊，会不会突然怎样，就是我们其实生命里面有很多不确定，甚至是黑暗。但是因为在这边说到说，因为你与我同在。因为神他与我们同在。下一句，这是接续着，我们一起念：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这里呢，杖它是指说戴在腰间的短，可是这杖有点高级，就是戴腰间的短棒。那杖是用来做什么？牧羊人他拿杖，他是用来保护那些羊。就是有时候，就像大卫他自己在讲，他说他年轻的时候，常常去牧羊的过程中，要跟狮子打架、跟老虎打架、跟野兽打架。虽然在我们现在想起来，真的是觉得这很匪夷所思，怎么可能？但是真的，在那个时候，牧羊人他们必须要这样子去做。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那竿是什么？那竿就是我刚刚一开始就有讲说，羊它就是有点笨笨的嘛，它就会自己走，然后走一走呢，就是忘记主人在哪，就自己走偏了。那个竿呢，就是可以，就是他们伸出去，牧羊人伸出去的时候，可以把那个羊，像勾一勾它的腿啊，
勾一勾他的身体啊，跟他说：“哎，回来哦，回来哦，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当我们走在一些不对的路上，或是偏行的路上的时候，走，其实我们要走这边，然后那羊就自己去那里的时候，上帝就把你捞回来。你有被捞回来的经历吗？你有被捞回来的经历吗？我今天不想写功课，我今天选择去夜唱好了。突然不行，有一个意念告诉我不能这样做，我要在我自己的事上面，要先尽我自己的本分。我有机会去做错的事情，但是神他提醒我们，他的杖他的竿都安慰我们，他带领我们回到那个对的道路上面。在这边呢，我觉得是一种教导。那下一句，我们一起来念，这字真的好像。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我在想这一句的时候呢，其实我原本想得很美，就想说，敌人面前摆设宴席是一种很嚣张的表现，就是因为你通常站在敌人面前，你应该是，就是已经准备是要那个 fight 了嘛，就是准备要打战啊，就是要开始，譬如说吵架或者什么之类。可是在这边却说，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可是当那个宴席摆出来的时候，很丰盛，你吃得下吗？我那时候被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回去想很久，虽然只有一个晚上，我们吃得下吗？他在这边说的是，上帝在我们敌人面前为我们摆设宴席，其实这是一种信心的表现。你要在那样的压力当中，你还要到他面前，你还要吃得下饭，是你确信说，你有那个把握说，我即便在这样的情况，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之下，我仍然可以去胜过这个挑战。在旧约的时代里面呢，可以一起同桌吃饭的人，其实它也意味着，就是它的意思是说，我们可以同桌吃饭的人，是意味着说我们彼此是可以互相帮助的，我们彼此互相忠诚的，是我信任你，你信任我的人才会一起同桌吃饭哦。那今天上帝他邀请你跟他一起吃饭的时候，他信任你，你也信任他。那既然上帝都跟你同桌吃饭了，你还担心敌人吗？拥有全世界的神，他跟你一起同桌吃饭。上帝他要为你做一些奇妙的事情，但是我们还自己在看说怎么办？他刚刚会不会突然攻击我？就是还在那边不确定。我们是不是常常看着自己的不足，没有看见上帝的丰盛呢？我在这里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很美的应许，是丰盛。第七节，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们一起来念一次。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那时候在查这个经文的时候，就是觉得这经文真的非常特别。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因为你应该不会看到有人用油去膏别人的头吧？所以他在这里比喻的是说，牧羊人他用油去膏了羊的头。为什么要膏羊的头？羊他们在那个生活环境里面，他们常常就是会有一些苍蝇啊、什么的小动物会跑到他们的鼻子里面去产卵，所以他用油去膏，就是去抹在那个羊的头上的时候，那个羊可以就是羊它鼻子会痒嘛，就是产卵的时候，它会去磨鼻子，然后就开始受伤。但是你越磨就是越痒啊，大家应该就是那种冬季痒的时候，就是很干的时候会觉得很痒，就想一直抓。然后它就是羊，它们也是就是在那个苍蝇在鼻子里的时候，它会一直想要去磨鼻子。当它去磨的时候，你不会找那个什么很软的东西去磨吧，那不会有 feel 啊，不会止痒。一定找硬的东西，但是你去找硬的东西的时候是会受伤的。但是神他去将那个油，就这样，牧羊人就将那油就是涂在羊的头上，在这里呢，它可以保护那个羊不要受到伤害。而且当抹这个油的时候，油它所散发出来的那个香气呢，
是可以让那些虫子有的没的没有办法，就是他们就会不想来，那些东西就不想来。那油呢？它常常在圣经里面，它表示的是一个，就是油，它常常表示的是一个，就是我们都会常说油高油去高立了谁。其实常常我们用油去表示说圣灵。当圣灵在我们生命常住的时候，其实那个有些不好的意念、不好的行为，你是不会想要去做的。那些想要来攻击我们的人，他也没有办法攻击我们，因为圣灵在保守我们。这是一种保护，是一种恩典，使我们能够在平常日常生活中，在很多的事上面可以保守我们自己的心思意念，可以胜过很多。我知道有些人你们正在经历黑暗，可以使我们胜过黑暗的。而且不只是用油膏我们，它还使我们的福杯满溢。在这里是一种恩典。这是油，它不是喝的。然后这边就讲到第8节说：“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这边要看2个图，前面那是牧羊人，后面那个是猎犬。他在说到这里，他说：“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在这里的随着我呢，我们用中文就想说，就是随着我。可是，在希伯来文的原文是说，那个祝福跟那个恩典，就像是猎犬一样，在牧羊的那个过程中，我们知道牧羊人他是走在前面嘛，带着那些羊嘛，然后看到他跑掉了，就把它勾一勾啊，然后把他们带回来。有野兽就要去跟野兽战斗啊。那些猎犬他们就是帮助，就会追在那羊后面，为了要让羊可以跑更快。有的羊就是会很想要休息，然后很想偷懒这样子。但他在这边他讲的那个随着我，就像是猎犬般去追着你哦。当你看见神他是你的牧者，你就在他里面的时候，你一辈子一生一世，他在这边讲的是一生一世，一生一世在原文里面是永远的意思。你永远都有神的慈爱在后面，就像猎犬一般的追着你。不是我想说，上帝啊，祝福我，让我可以考好一点。上帝啊，帮助我，让我这个月业绩好一点。上帝啊，带领我，让我可以在这样的一个纷争里面胜过。当我们还没有求的时候，他就这个祝福跟慈爱，就像在后面，恩惠慈爱就在后面，就像那个猎犬般这样追着你跑。你有这样经历过吗？大卫是这样形容他自己去经历的那个生命，真的很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去经历这样的一个祝福。然后这一句“我且要住在耶和华殿中，直到永远”，在大卫说这句话的时候，大家不会觉得很奇怪吗？他怎么住耶和华殿中？大卫他一辈子有建殿吗？谁建了殿？他儿子所罗门才建了殿，不是大卫建了殿哦。因为大卫有说他就是双手写信，他那个上帝说要让他的儿子来建殿，他就不用嘛。那他怎么会这样讲？我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我们大家还记得他的祖先雅各吗？雅各曾在一个地方跟天使打架，搏斗嘛，搏斗了一个晚上，然后最后被摸了大腿一把，那个地方叫什么？有没有记得？那个地方叫伯特利。我们都知道伯特利的那个敬拜学院嘛，可是大家都忘记雅各他是在伯特利那个地方。那个地方有天使上去下来，那个地方是神在的地方。希腊文原文就说，伯特利就是神的殿。神的殿的意思是神在的地方。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是我要住在有神同在的地方，直到永远。神在的地方在哪里？哪里是神在的地方？迦南教会吗？你家吗？隔壁老王家？桃园教会？洪恩教会？伯特利敬拜学院？还是台北灵粮堂？
教会的确是神的家，你的家也是神的家，你个人的生命就是神的家。圣经说得很清楚，我们的身体就是神的殿，神可以同在的地方。大卫说：“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他在表明一种安息，他知道耶和华与他同在，在这些我们刚刚讲那么多事情上面，他不会在那个纷扰里面，因为耶和华与大卫同在，他必不致缺乏。耶和华与你同在，你必不致缺乏。我们都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你自己的生命就是神的家。在这边，就是下面我问了3个问题。第一个是我想象中的牧者形象是什么样子？你想象的牧者形象是什么样子？是这种吗？还是这种？还是这种？还是来，传道最常这样嘛，对不对？大家知道？还是我这种？还是你认为的那种样子？你认为的牧者是什么样子？然后第二个问题是，分享诗篇23篇哪一节跟我最近的生活有关？你在黑暗中吗？还是你躺卧在青草地上，在可安歇的水边？还是你现在正在跟那个敌人，就是我先吃个饭，你等我一下。就是你现在的状态是什么？我们可以用从这个经文里面去思考我们自己现在的生命光景。我很盼望我们每一个人可以把这一段经文背起来。为什么？我们不能保证任何一个人可以在我的生命中永永远远，但是我可以保证神要在我们的生命中永永远远。当我们把这一段经文背起来的时候，是在说耶和华他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我知道我的生命是在耶和华的手中，我知道我的生命是在神他的手中。可以帮我放到那个就是有完整经文的那一页吗？当我们的生命是在神的手中的时候，是非常非常蒙福的。大卫他一生上去经过，他曾经是不好的人，他曾经是好的人，他曾经是众人爱戴的人，他曾经是一个就是家庭问题啊，就是自己的小孩吵架也没办法处理的人。但是他死之后，神却说他是一个合他心意的人。他抓住了一个重点，就是他与神的关系。他活在与神的关系里面，他一生一世都有恩惠慈爱随着他。他活在跟上帝的关系里面，他自己的生命就是神的殿。我们很长的时候会觉得我不配，我们很长的时候会觉得就这样啊，我们每个礼拜都来教会啊，我每个礼拜都坐在那里听讲道啊，我听不够吗？我听不够吗？我从小也是在教会长大，然后因为我有一点叛逆啦，所以我6年级的时候有一次聚会的时候，我就跟上帝说，其实那是一个小小的声音，但是我就跟上帝说，如果我在今天的聚会里面，我没有办法感受到你，我完全打开我就是全身上下可以感受到你的感官也好，心里面也好，灵里面也好。我如果在这场聚会里面我没有办法感受到你，我下个礼拜就不要去聚会了。我提出这样的挑战，我跟上帝这样讲。可是呢，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我知道我缺乏什么，我知道在那时候我的生命缺乏一个真正的信仰。不是我每个礼拜去教会而已，不是我礼拜唱诗歌非常有 feel， 唱到那个高点的时候还会落泪。有人去教会，然后就是特别是新朋友回去就会跟他别的朋友说：“我跟你讲，我去教会他们很奇怪，就在那边哭，有的还吐，有的还倒在地上，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是有什么东西吗？”我跟你说，当你真实去敞开你的生命，
你去跟神提出挑战的时候，他会回应你。我们常常说圣灵在这里，圣灵在，他在哪里啊？为什么感受不到？不是他不在，真的是我们感受不到。当我们敞开自己的心的时候，我们可以感受到神他在我们当中。我们可以在生活一点点小细节里面就可以感受，可以去经历它。我在学校呢，就是最近的就是那个可以预备上。那个我在学校最近就是一件很妙的事情，就是我有一个很特别的，就是朋友这样，然后他也很特别，因为他看到你从来不会跟你打招呼，他看到你就这样，就真的是这样，而且不是只有我一个人。可是我觉得，因为我很少经历这样的事情，然后我想说啊怎么办？这是神学院呢，那他以后怎么牧会？就想到这种问题。可是当时遇到这件事的时候，我那时候在读就是诗篇的时候，就发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真的是要回到神的里面。我在看到他没有办法跟我打招呼的同时，我也看到我自己，因为他不想跟我打招呼，所以我想说考虑要不要跟他打招呼。就在这样的过程中，我看到我自己里面的那个黑暗，我看到我自己里面对于人，对于很多事情，其实我还是需要再回到神的面前。我刚刚一直说大卫他不是一个完全人，我们都不是，但是我们却可以在我们一生里面，因着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们与他建立关系，连结关系，以至于我们的生命里面，走到最后一刻的时候，有把握跟确信，在与神的关系里面，他可以称你是合神心意的人吗？有把握吗？我们真的要回到跟神的关系里面。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感谢你，主啊，谢谢你，你带领我们每个人可以回到你的里面。主啊，你说你是我们的牧者，我们并不致缺乏。你使我们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们在可安歇的水边。你使我们的灵魂苏醒，为主你自己的名引导我们走义路。主啊，我们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们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的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主耶稣啊，我们愿意我们的生命一生跟随在你的话语里面，跟随在你的同在里面，跟随在你引导我们所走的道路当中。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与你常常连接在一起，带领我们敞开我们的心灵，让我们真实来认识你、经历你。主啊，我们感谢你。那我们一同站立起来，让我们要唱这首回应的诗歌。就赐给我亲切的心。